高雄看到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进前逐礼拜拢会办一个大型的活动。本地安算讲，新历7月6日要留伫高雄，落尾考虑到天9日的疫情，决定要取消，改做是挺韩国瑜高雄的观光日。韩国瑜嘛顺风杀倒墙杀观光，拜二下晡开直播，佮招上百万的好朋友，这礼拜六大家烧酒来高雄。伊预告讲，迄一天伊会伫咧高雄热热可能会和马将相赌。一寡在地业者嘛斗相挺，杀一寡犹太活动。高雄神奇的地方，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。除了高雄市民的热情之外，高雄市的花费，就是物价并不是非常的高，而且高雄市真的是好山好水。就今日大家唔知影高雄有偌好，韩国瑜唔拿访问的时阵，真骨力咧推销，佮开直播宣传一届。7月6号，我们号召嘞，100万，我号召100万，到时候有没有100万不知道，号召100万好朋友，我们。没有任何什么造势活动，来高雄观光旅游。要找正百万的好朋友，大家小酒6号去高雄佚佗。支持韩市长，我们身穿国旗，或者是头戴国旗帽，或者是说我们身穿韩市长衣服，或者手拿国旗，同商品买1送1，这样子卖，大概可以带来3到5成的业绩。卖轮饼糕业者听到赶紧做准备，要杀限定优惠出来，对迄天去观光的人数真有信心。看卖高雄6号会有基顶乌沙耍艺节，卖当去公山之间，也是这阵兴起来的景点市景之南，可以当坐有时间限定的米去采花，坐温车厢。那天我也会在高雄跑来跑去。希望随时有机会跟大家能见个面。强调6号无做势，单纯是邀请大家去体验港都。这届无爱讲政治，观光局嘛趁这个势杀高雄观光日出来。韩国瑜开直播亲身来做宣传，佮讲6号迄天伊会伫高雄，特等马上来甲伊见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